今日新闻头起先，当然是先来关心这风台的消息。中度风台杨柳下晡1点对台东太麻里登陆，下晡4点是已经对台南的7股出海。气象署是预告，这杨柳出海了后，可能沿岸会减弱做轻度的风台，明仔透早可能会当解除海上甲陆上的警报。不过目前这风台是还未离远起，南苏甲绿岛早起是有靠17级的强阵风。沿岸到明仔透早，花莲、台东、嘉义以南，还有金门有关系的落大雨，要特别注意。海边海影一阵啊一阵现象化，南苏东清部落透早有船变去，船主唔惊大影跳落去救船。好在在有族人斗3工，甲船绑锁啊了后，搁做伙甲船顺利有上岸。因为中度风台杨柳侵袭，南苏先受到岛上强风大雨，搁出现17级的强阵风，树啊吹到90度的以内，视线嘛规个看袂清楚。气象署表示，杨柳风台中心下晡1点伫台东太麻里登陆，下晡4点由台南7股区出海。这段期间，绿岛甲南苏拢出现17级以上的强阵风。气象署提醒，风台翻过中央山脉了后，为下晡到暗时偏湖甲中南部地区风会渐渐增强，所以针对偏湖发布红色强风特报。局部地区可能有平均12级以上，也是阵风14级以上发生的机会。澎湖的这一带，目前呢，其实已经也有观测到12到13级左右的强阵风，而在今天晚间的这段期间，这边还是要注意这样子比较强劲的风势。落雨方面，拜三暗甲拜四透早，花东、嘉义以南、高屏、顶山区，还有金门爱严防局部大水雨，也是超级大水雨。在今天下午到晚间，花东、恒春半岛，还有在嘉义以南的这一带，雨势上面都还是比较显著，以及澎湖这个部分的雨势也是目前可能会强的降雨会一直持续到晚间。气象署指出，杨柳风台出海了后，有机会伫拜三暗减弱做轻度风台，也有可能伫拜四透早解除海陆风台警报。拜四透早各地也是有短暂阵雨，日斜了后，敢若剩东半部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记者采访报道。